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4篇，以斯列記第6章第1節到16節，馬可福音11章15節到19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祈禱的殿。起造聖殿的目的是什麼？這對咱也是阮佇重新建堂建造禮拜堂是一個重要的開始。佇昨日3月初四每日的讀經分享的中間，咱講到着教會的地基，也看到得到上帝呼召以及祝福，通好得到起造上帝聖殿的所羅門。後來因為過頭看重到私情，過頭看重到私欲，漸漸就離開上帝的道路，就會失去上帝的保守甲祝福。起造聖殿的根基袂通離開上帝，這是非常明確的代誌。以色列的時期，咱也看到上帝的恩典，予以色列人就算是受掠，也依然會當佇外邦的這個塞魯士王的協助下面來重建聖殿。以色列第6章第1節到16節，安尼記載，發現塞魯士王的吊書，大流士王就降旨，去巴比倫的府庫調閱王家的記錄，佇米地亞省的阿瑪他城的宮內找到一個古卷，內面安尼記載。塞魯士王元年，王為着耶路撒冷上帝聖殿降旨，就重建這個殿做獻祭的所在，係堅固的地基，殿懸27公尺，寬嘛27公尺，用大石3層，木材1層。經費又有這個王家來支付。以前尼布甲尼撒對耶路撒冷上帝的聖殿搶去，係佇巴比倫遐的金銀的器具，就帶轉去佇耶路撒冷，照原為係佇上帝的聖殿。這個標題，大流士王下令繼續起聖殿。對於安尼，大流士王下令何西聖總督達乃、甲士他、波斯乃以及何西聖的官員，恁毋通干涉因，毋通阻擋上帝聖殿的工程。就予猶大省長甲長老繼續佇原位重建上帝的聖殿。我命令恁着幫贊猶大的長老重建上帝的聖殿，對王的府庫、何西省的稅收中間來撥充足的經費，予遐的人，才免工事停止。因天頂的上帝獻燒化祭所需要的牛公綿公、羊羔，以及小麥、鹽、酒、油，攏着照耶路撒冷的祭司所講的，逐日供給予因，毋通失誤，通予因獻芳芳的祭物，予天頂的上帝。佮為着王甲王的囝兒當歲壽來祈禱。我佮降旨，若有人改變這個命令，就要予伊的厝拆一隻牛，將伊釘佇迄頂面，掛起來，予伊的厝做為着安尼變做糞掃堆。
若有君王甲人民改变这个命令，毁坏这间上帝的圣殿，愿竞选耶路撒冷，互人来敬拜伊的迄位上帝来消灭因。我大流士出这个命令，就确实来遵行。接线的标题：奉献圣殿。对安尼好势圣总督达乃甲使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，就确实遵守大流士王的命令。犹太的长老因为先知哈该甲以道的孙撒加利亚所传达上帝的话，就动手来中建。工程进行顺利，因遵探以色列上帝的命令，甲波斯皇帝塞鲁士、大流士甲阿达夏西的命令，完成重建。大流士王在位的第6年阿达月的初3，这个圣殿完工。以色列人、祭司甲利未人以及其他流亡倒来的人，拢欢欢喜喜举行奉献上帝圣殿的庆典。上帝互以色列人伫迄个无可能的中间，会通克服济的困难，通好来重建圣殿。亲像安尼，真想尽办法要追求圣殿重建的，是为什么呢？毋是一个金死死的建筑，毋是一个会通来趁搁较济经费的议题，嘛毋是为着大家要享受的一个所在，乃是为着敬拜上帝甲上帝建立搁较亲密个人关系的所在。伫新约马可福音11章15节到19节的经文记载着耶稣基督最后一摆来进入耶路撒冷发生的代志。耶稣去到伫圣殿，伊也未进入伫圣殿敬拜上帝进前，伊发脾气啊！圣经安尼记载，后来因来到伫耶路撒冷，耶稣入去圣殿。起手将伫殿内底买卖的人赶出去，佮车倒换钱的人会倒，甲卖粉鸟的人会意。伊嘛毋准人摕物件用圣殿做通路行来行去。伊假是因讲圣经敢无记载，我的厝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。伊煞甲伊变做土匪仔兽。这市长甲经学教师听到，就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。毋过因惊伊，因为群众对伊的假释拢真佩服。黄昏的时，耶稣甲门徒就出去城外。因为遐个生理人为着私利，甲圣殿的管理者串联，用盈利做首要的目标，来欺骗诚心要敬拜上帝的人。耶稣基督明白来论调，伊假是因讲圣经敢无记载，我的厝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。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兽。事实上，耶稣基督所在做的是洁净人心，伊毋是干那洁净圣殿尔尔。这系失去正确目标、看重利益、营收的错误的方向，会通互主来调整倒转来伫正道顶悬。当然，这市长甲经学师根本就无愿意听谈，甚至对耶稣是恨甲入骨，想要来杀害耶稣。圣殿中间的目的，毋是为着要来营收来存在，毋是为着方便其他的人来使用存在，
咱是为着要成做万人祈祷的殿来存在。咱是毋是有清楚上帝的旨意？这非常重要。诗篇84篇，羡慕上帝的殿院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！你徛起的所在，互人遐尼意爱。我恋慕上主的城，要到昏去。我的心神永远上帝欢喜唱歌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寿，男婴啊嘛伫遐来为着家己找着生囝的寿。徛起伫你的殿一定的人真有福气，你称赞伊无煞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，因迫切爱上锡安的山雕像。因经过大沙山谷，拢变成做水泉。秋雨降落，福气满满。因哪行哪有力，拢要伫锡安雕见上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求你听我的祈祷，雅各的上帝啊！求你按耳孔来听，保护阮的上帝啊！求你眷顾，求你赐福，互你所设立的王，伫你的城一日，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。我宁可伫我上帝厝过门，嘛毋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灯牌，是互咱恩惠甲光荣。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感谢上帝透过济的兄弟姊妹，成做阮的天使。也正做阮去做圣殿中间的帮站，互阮伫透过正兄这无私的奉献，更较明白圣殿建筑的正确的目标，就是要成做万人祈祷的殿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